今仔日要对1630年8月15日读起吼。我等下吼，直播这敢若阁看袂到。因为我袂记选，我先选一个 source 对遮。好，安尼我看了。歹势，1630年8月15日，咱开始吼。要暗仔的时，快艇 Beaverwick 号对巴达维亚来停泊伫北边沙洲区的顶悬吼。伊这上方我毋知伊是做起方位还是啥物吼，一逝尔吼，就是另外有一只新的一只船来对巴达维亚来。8月16日，天气变化不定，一句话尔。8月17日，有几只洋客船驶出港外，要去伫遐甲迄个快艇 Beaverwick 号的货物要甲落来吼。但是因看到港道阁是巨浪汹涌吼，就是港道风涌足大吼，出入都拢有危险。8月18，快艇 Wellington 号会小艇伫大涌当中的港道内底冰船咯。毋是迄只快艇啦，是另外细只船。迄只快艇的正大公 John Angleton 因死吼，要阁出代志吼。8月19，快艇 Beaverwick 号照今仔日的决议，航离厝地要去平湖，伫遐要和即将已经差不多要到的迄个快艇 Bomber 号，就是对 Java 来吼，伫遐要会合吼，就要甲一部分的货物甲落去快艇 Wellington 号甲阿什多夫号顶头，要去遐寄接一寡货物吼。这是8月19。8月22，快艇 Wellington 号甲阿什多夫号以及洋客船新港号出发前往平湖。如上所述，就是之前有讲过啦，要去遐落一寡巴达维亚来的快艇顶头的货物，然后要接客要转来到台湾这边。过来继续，3天后8月25日，我一直足好奇迄个将兵的迄个结局是安怎，但是一直无讲着吼。8月25日，威廉约翰熊，敢若叫做 Jensen 的款吼，阁下对巴达维亚坐快艇 Campan 号抵达厝地。伊是要坐迄只快艇去日本，要致力改善公司伫遐的状况。毋是要来台湾吼，伊主要是要去日本。因甲快艇 Bomber 号同时同一个时间航离巴达维亚，这是另外一只船吼，叫做 Campan。8月25，过来是8月26日，过来甲月对拢逐工有记吼，咱来看。8月26日，下设商务员戴卡，迄个德国人吼，戴克坐一只洋客船对漳州号转来到厝地，伊带会10个五方被活掠的人吼。
青琴吼，或者是活掠吼。就是阮这边去互因掠去的人，伊甲带10个人转来，因为破病，所以被将兵来释放。就是因为破病的将兵袂留因做日子吼。要叫将兵来履行伊所讲过的诺言的希望是真细吼。就是因为咱无望将兵的照伊所答应的来做吼，对伊的来批以及底下口头报告，阮有感受到吼，伊只是咧用言语无根据的借口和论述来敷衍拖拉。我就知影敷衍这个词安怎讲？敷衍啦吼，应该是安尼发音啦吼。台语要安怎讲呢？我先查大理大书店，看有安尼的解释。速度较慢吼，我先煞开简字典。汉字查夫这字吼，台语就查做夫吼，言，他做演吼。其实这字我是细汉我就会晓念吼，我一个tổng统伊的名有这字吼，所以我阁会记，我嘛袂记啥物人会用台语叫伊的名吼，就是伊会叫演吼，敷衍。但是咱来看大理大书店解释是敷衍这个词吼，看有用着。大理大书店内有一个字叫做拖拖，伊的第四个解释是一时敷衍过去吼。叫做拖，譬如讲例句，甲伊拖，我互你袂拖伫，我毋捌听人咧讲。即个拖和倒拖，迄个拖是共音吼，粗体吼。伊第一个解释就是倒拖吼，拖，或者是甲门拖开，甲门拖开就是甲门拍开吼。但是这拖开的意思就是讲，这门是迄种会使扭，若敢若拖安尼扭的迄种拉门有无？外语叫做拉门吼，就是拖。拖袂开吼，这是做动词嘛？倒拖是迄个名词名词，甲门拖开就是动词。第三是一时会忍耐过难关，即关拖得过，食伫120号吼。即关若拖会得过，食伫120号吼。这是例词啦，例句。小可生理也着忙拖吼，也着忙忍耐过难关啦吼，也着忙拖。病甲遮重，下远敢拖袂过吼。就讲可能无法度过即个难关吼，下远敢拖袂过。病人拖节贵，即个例词我看无吼。好，这是拖。过来是敷衍吼，我直接查敷衍看伊有即个词。无拖，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所以我嘛无啥会晓安尼用。我查者台语，
对应花纹的敷衍。embry 就直接受敷衍吼，敷衍就当我拄则咧读。敷衍，或者是 marino 是收做敷衍吼，也即 n 的音发做 n。山顶树顶有人讲应付，有人讲过桥，我嘛捌听人讲，有人讲烂，男字叫做烂吼，有人讲准过，哦，好，准过啊，原来是。好，咱转来第7只啦吼，讲因有感受到即个将兵只是用言语无根据的即个借口来含顿词来敷衍拖拉吼，拖拉嘛吼。即个台语教是安怎讲？用顿词借口来甲我应付安尼尔吼。今仔日有一只撞客船对安海来到此地，带来一方一竿的批，吼，一竿嘛是含义踮遐来来去去吼，一直要甲扭过去，并且送来2个做军对阮遮逃走的班达人。批里讲，伫遐的第3个班达人歹去归人咯，吼，等伊对遐转来，等伊对归人转去，就会阁送伊转来互荷兰人吼。此外无加写啥物，只敢若提起讲，伊还未收到伊伫咧写即张批10工前寄来迄张批的回批啦吼。伊讲意思荷兰人的回批伊还未收到吼。即只撞客船的大公，即只伫写大公啊吼。我看觅伊的规则写啥？伊是写讲是中国船的船长叫做大公。所以舵手咱是到底要安怎讲吼？因为大公是伫迄当阵是特别是指迄个船长吼，毋是舵手吼。我先查一下“舵”这字。毋知当时会当拄着一个去年咧行船的大公渡船的舵手航海长。舵即字我去这应该是大理大词典吼，伊叫做大吼，大啊，就是大吼。舵手我若讲大手咧，直接控制要念啦吼，无我实在嘛毋知要安怎讲。大、道、大吼，大理大甘字典收这3音，大、道、大。双桨大吼，双桨舵，鼓仔大，叶大，大公就是驶船的人吼，所以大公应该毋是讲舵手啦。我知影伊的意思，因为吼，你若说只船啊，迄个大公就是驶船的人嘛吼。伫咧大船，你若讲大公就是指船长嘛吼。所以你若是说只船啊，迄个过船的迄个人就是大公啦吼。安尼理解啦吼，大公是安怎用吼？你若大船甚至就无一个人咧，应该有啦吼，因为古早迄种船原来是应该有人去划迄个大吼，划迄个大。好，但是安怎叫我就毋知吼。咱转来到第7只讲，伊讲伊还未收到荷兰人的批，即只
上客船的大公就是船长甲阮讲，海贼女艇已经率领差不多10只大型客船甲20只小型客船来到一关遐，因此逐工咧听候阮。等荷兰人的消息，来要含伊合并去攻打将兵的即个消息。等荷兰人答应。8月27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请议会考虑，因为中国沿海可疑的状况，为着要加强处地海军的力量，互处地搁较安全、搁较壮大来效忠公司，是毋是有需要甲快艇遣返号留踮咧处地？遣返就是对巴达比亚来吼，要甲迄只快艇所载来货物甲落去到1、2只上客船呢吼，互Johnson 阁下会当改造迄寡上客船去日本吼。对此，因为各种理由，乃决议照总督阁下命令，互迄只快艇前往日本吼。后来因嘛是决定讲，要照印尼迄边的命令吼，互即只遣返号去日本吼，无要甲留落来吼。因为因拍算要出兵去，可能啦，你想因可能拍算出兵要去拍将兵，需要大船吼。8月28日，快艇宝门号对巴达比亚来到港外，伊是所以咱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函议会按照顶摆决议，命令伊即刻前往平湖去遐去落号，并且决议讲，下设商务员戴克要尽快吼。话语讲尽快，台语要安怎讲？我真正袂晓讲。我查一下吼。量差啦，对啦，嘿，量差是，忽然间袂晓讲吼，量差吼。我查就查，我搁想煞看有其他啥物其他讲法吼。赶紧吼，较赶紧，这是意台语有人安尼讲吼。好，我本来想要用英文去找看觅。好，下设商务员戴克爱赶紧，就是决议讲下设商务员戴克爱赶紧寄炸批去互将兵。即个批呢爱清楚来抗议来履行伊的诺言，履行伊所应允的代志。若无，重点来啊！一旦时间若允准，阮将要采取必要的手段。无讲啥，但是你嘛知这是啥物手段吼？也决议要甲对日本航来的船只的联络站，对围头湾改做平湖群岛中的迄粒大岛，应该就是平湖岛啦，马经遐啦吼。下面详情请参阅决议录。OK。所以因较早对日本转来的船只联络站是伫围头湾，即嘛改做伫平湖。咱来继续看咧，8月29，快艇宝门号出发要前往平湖，昨因为无风，昨暝又搁受阻碍吼，袂当出航。一逝8月30，上午Johnson 阁下坐快艇遣返号出发前往日本。该快艇为着要重新包装安置所在货物，以及要安装
要安装一支新的上围杆啦吼，并且伫咧前围头前的围杆加固2个鱼尾棒啦吼，鱼尾棒。毋知啥物叫做鱼尾棒吼，我昨只看啥物叫鱼尾棒。应该是生做若敢若鱼尾棒啊，但是毋知要创啥样，我都毋知。我无 Google 无 Google 的鱼尾棒敢若含铁基路有关的。哦，无得人个。问题就是因要伫咧即个键盘盒顶头安装一支新的上围，以及头前要加安2个鱼尾棒伫咧头前的围杆，所以伫咧本个月26、27、28、30号3天，拢必须爱踮咧厝底停留。伊伫解说为虾米即只船一直停到即个8月30号才出发去日本吼，因为因爱做一寡爱甲物件包装，另外爱要加固啦吼，就是要互伊搁较安2个鱼尾棒，互伊较用，围杆较用。原上帝祝福伊为公司效劳成功，并且获得美满的结果。8月31日，快艇比尔为河对平湖来到台湾吼，伊已经伫遐落货吼。一句话尔，好，9月。天桥要过啊吼。9月1日，下设商务员戴克坐一只用客船出发前往漳州河，愿上帝祝福伊，互伊带回比以前搁较好的消息。这是9月1日。9月3日，无事。9月4日，伫顶个月26日，带一张批甲2个班达人来到厝底迄只一竿的将客船，今仔日已经出发前往安海，并且带去一张答复伊的批，用来继续和伊保持友谊和联系。就联系啦吼。我咧读对啊毋对？4，我查一下4吼。4是下嘛吼 ，OK， 所以是联系。大概就是联络啦吼，继续和伊联络啦吼。9月11日，连续6天吼，5、6、7、8、9、10、11吼，24、6、7天吼，写做一句无重要的事。9月12日，下设商务员戴克坐一只让客船对漳州河转来吼，已经转来。带回消息讲，海盗将兵伫，你看伊若顺利才几天，我看觅。我看将兵，毋是将兵啦，即个戴克。戴克是当时出发的，9月1日出发吼，9月1日出发，9月12日转来吼。所以走12天嘛吼，啊来回安尼12天，做一抓差不多6天。对台南船驶到迄个厦门遐吼，安尼6天顺利啦吼。你看伊这算顺利，拢无讲去风险足大啥，拢无吼。
9月12日，下属商务员戴克直接用客船对漳州河转来，带回消息讲，海贼将兵伫顶9月21日带伊的全部军队离开漳州河去北方，一直到福州以北20海里的所在。伊伫福州附近拄着50外只载米、载舟仔，甲其他真猛的用客船，就开始抢就开始就予以击败夺取，就是就开始抢伊寡船啦烧歹几只其他的就故意增强伊的武力就是其他抢来做家己的船因还佫甲一个海翼叫做手蝶完全毁坏。海翼就是一个主螺啦一个海边仔的主螺叫做手蝶，但是伊的主脚是写啥？叫做九井石井九井伫咧福建安海湾口，金门的对岸，田基隆的出生地叫做九井，伊这写做九蝶。结果这个所在互将兵完全毁坏去完全毁坏就安尼，伊安尼做，将如何来触怒中国的大官？每一个人拢会当想象事态将如何发展，以后就会知影。就是伊安尼海贼的作为啦，见着船在抢这种绝对是时哪官员绝对是足生气将兵行离漳州河以后，一寡兄弟名叫做死社的，就率领10到11只用客船去遐是倒位？漳州河遐啦伫厦门的人的协助之下，去毁坏所有将兵建造的物件，甲几个帮站过将兵的人杀死，然后又搁去安海。这是死社一寡的人但是无直接向将兵拍啦敢若甲将兵留落来物件拍，甲毁坏，而且甲将兵帮站过将兵的人杀死安尼9月14日，有两只阮的快艇开动2只将客船对偏河来到港外，但是因为上午天气阴暗多雨，就是雨足大，下晡透南风，以致因拢必须要搁驶出海上就是无法度留踮咧港，无法度入港。16 9月15、16无特别的事，天气还算好。9月17快艇保姆号、威灵顿号甲阿森多夫号抵达此地，因就转来到台湾对偏河啦。因伫咧本个月14日来到港外，又搁飘去北方去，伫海上运主，就是伫海上船稳定了后啦，就用尽办法，才转来到这个台湾岸边。9月19 10月19两天无用你落即寡快艇顶头的号码，就拄则讲迄3只船阿森多夫、保姆是之前对巴达比亚来的后来派去敢若去偏河载物件，阿森多夫威灵顿对威灵顿、阿森多夫甲保姆号你10月19这两天你无用落号20 9月20长官阁下甲议会决议，因为即只要送去 Java 的号码，大部分会当用来从事本地交易，到目前并无需要派一只快艇
运即寡好物去 Java， 佮加上伊为要增强处地的海军力量，要将该快艇尽可能和其他快艇同齐拢甲留落来，只需要派一只撞击船炸一张批，再转去 Java， 就是要甲因拍算要甲对 Java 内的船拢留落来吼，准备要战争啊，我咧摇吼。又搁决议讲为着要互目前伫遮的丰富资金，袂讲因为限制无用，就是无爱互资金等遮调伫遮拢无振动吼。反正要尽可能去卖好物送转去趁取盈利，就是伊要卖好物送转去 Java 吼，印尼去趁钱，所以上述长官阁下将亲自率领快艇保姆号、威灵顿号、阿森多号以及比伯维号前往西南沿海的围头湾，要去遐查看，因为一般的帮站或者是其他的机会，是毋是会当为着公司多所效劳，看是毋是因为会当替公司搁趁钱就对啦。详情请参阅决议录，这是9月20。9月21日，有2只洋客船对漳州河来到处地，所在大部分是盐甲其他的小物件。报告讲，本个月14日，海贼将兵率领伊的舰队要去北方的时阵，拄着真大的暴风，有5-6只伊的洋客船沉没或者是搁浅，损失真重。一竿生擒了所有迄寡搁浅的船顶的人活掠甲因拢活掠起来，就甲海贼统统杀死，甲海贼拢杀死，甲无辜的人释放。将兵和伊所坐的洋客船对伊的舰队失踪，所以不战而败将兵无前去互天气拍败将兵和伊所坐的洋客船对伊的舰队失踪，伊的队长特别派一只洋客船去找将兵，而这只洋客船却被一贯的兄弟死者所生擒。因对死者讲，毋知影将兵伫何处，但是因已经试过去找过将兵因此伫西南沿海的人咧吹想因咧摇啦将兵和伊的洋客船应该已经拢沉落海底去伊阁报告讲，有一个将兵的将领叫做蒋元，写一张批互一竿讲，伊若有机会，就要率领17-8只将兵舰队呢的洋客船去投靠一竿的旗下。确实如何，时间会甲阮讲9月21日，即天将兵的结局今仔日知影伊去互天气拍败，咱继续看。结果咱8天9月29日，伊甲22、23、24、25、26、27、8、9安尼这几天拢写做一篇一纸尔，无特别的事，先无用你落迄寡快艇顶头的好物，接续要无用准备即种要出航的代志这是9月，安尼9月到遮就结束啊秋天来啊咱继续看落。为什么163写到遮就无去等下我看一下8月、9月，真正163写到遮就无去
过来就是干那补充资料，就是1630年到1631年缺漏吼，补充资料咱来看下。补充资料落长吼，咱来看下吼。第一抓是荷兰甲东印度外交问题，海牙是写啥？这是伫写啥？毋知你写啥吼。过来是1630年12月28日，普特曼斯听总督函抄本吼，讲一寡文件诶，迄个编号尔，所以我就难过啦，这读这无啥物意思吼。讲一寡抄本安尼啦吼，普特曼斯送去互总督诶抄本吼，就是一寡配抄本啊，编号是几番安尼啦吼，我拢较难过。1630年10月5号到1631年3月13日，伫漳州河甲台湾的决议录抄本。当普特曼斯出领舰队来到中国沿海的时阵，伫遐政局显然变动不安。狄志龙被调去福州以北的林所就是伊出任务的所在啦吼。江彬接替伊驻留伫厦门，江彬哪会佫出现啊？江彬迄时还未上任做官，因为伊对狄志龙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并无信任。普特曼斯伫即种情形之下，袂当有所作为，因此转去福尔摩沙去载食物，并且去下令快艇保门号、比伯维号以及蒋克尊日本号航往平湖，对平湖去含松野遮写讲可能是江野吼，就是迄个江滨交涉。上席商务员 Compostelle 对此扮演较重要的角色。12月3日的合约内容如下。因为吼，咱读到9月结束，结果就无记啊，但是遮有写12月3日的合约内容吼，咱来看。而且江彬无沉咧海吼，江彬佫活咧吼。咱来看伊写即个合约内容有8条吼，咱第一条看。第一条，伫荷兰人得以甲杨克群自由交易的情况之下，荷兰船无得到松亚的许可，不得前往西南沿海。就是所以你要讲即个松亚是毋是江亚，就是江彬吼，可能是吼。讲荷兰船无得到江彬的许可，不得前往西南沿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互换青琴，就是甲即个俘虏啦吼，青琴换了的人交换。第三，荷兰人无得到即江彬的许可，不得伫西南来登陆。第四，华商得以伫厦门湾里的一只洋客船内底含荷兰人自由交易。第五，华商得以自由航往巴达维亚和福尔摩沙。第六，荷兰人得以用这得以拢是会当啊，会使啦吼。荷兰人会使用洋客船自由运河去厦门湾交易吼。我甲第四、第五、第六读第四、第五、第六读一遍吼。第四就是华商会使伫厦门湾里的一只洋客船内底和荷兰人自由交易。第五，华商会当自由航往巴达维亚和福尔摩沙。第六，荷兰人会当用洋客船自由运河去厦门湾交易。第七，江彬将要征送4只洋客船互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第八，快艇东 Birch 号的损失补偿条件，听候总督的命令再做决定。东 Birch 号就只能叫江彬烧掉迄只船吼。
伫第8条讲，即个要安怎报吼，爱等总督的命令来做决定吼。即个总督可能是迄个印尼迄边的款，我无解确定吼。12月16日，张彬被田志龙击败，去互田志龙拍败。伊坐一只细只容客船脱险往南方逃亡。田志龙现在正做海上的主人。普特曼是伫1631年1月25日返回厦门，要去和田志龙交涉吼。12月中，田志龙拍赢嘛吼，张彬拍败。过当年1月25日，就是1月底的时阵，普特曼是要去和田志龙交涉，因为田志龙无伫咧，所以派保罗特劳纽斯去安海，派伊的商务员，荷兰人的商务员就派去安海。该党前往的 Compostelle 伫遐做毋着代志。Compostelle 是另外一个商务员吼，伫遐做毋着代志，无讲做毋着啥物代志，就敢若讲做毋着代志。伫安海贸易是甲田志龙的母亲，田志龙因老母吼，叫做地马来交易的吼。交易黄金甲灰仔吼，伫厦门湾的情形看起来拢违背了所有的约定，只会当和前来的生意人来做交易。这是已经等于写到1月25号啊吼，要去和田志龙交涉，但是无伫的，所以田志龙无伫的，所以派人去安海吼。伫 Formosa 因伫1630年秋天，1630年进前咱读到9月嘛吼，秋天决定要执行延期已久的对麻豆社的天罚性刑罚吼。进前敢有决定讲要搁拍麻豆社吼，毋知这则是安尼写的，讲已经延期足久啊吼，拍算要拍麻豆社，但是已经延期足久啊吼。即嘛秋天的时阵，1630年秋天决定要进行啊。包括荷兰人甲新港人的军队，将要用将客船沿着海岸来运输，所以新港人和荷兰人合并然后要去拍麻豆。伫12月29日出航，但是因为强烈北风，无法度抵达麻豆社，因此决定转变方向，去攻打南方的淡水。即撮征伐大部分失败。南方的淡水应该是讲打到就是迄个高平溪啦吼。即撮征伐大部分失败，不过新港人也是斩掉一个淡水重要领袖的头。伫新港要建造石头房屋的材料已经收集，现在会当进行建造。普特曼斯反对牧师Candidius 吼，普特曼斯长官反对牧师的意见，无爱甲新港社伫于荷兰人的政令之下，而要仍然由因家己的议会去处理所有的事务。这只我搁读一遍吼，因为我直接孔子碑课大家看无吼。伫新港要起造的石头房屋的材料已经收集吼，现在会当进行建造。我袂记我是伫倒有看到讲，因伫新港这只要起厝，最主要是要想要做牧师馆啦吼，要互即个Candidius即个牧师互伊伫新港遐住吼。新港和荷兰人是接触上早，而且是等于是和荷兰人合作上早的一个迄个庇护社吼。因为麻豆搁咱之前知影讲伫咧29年尾，荷兰人再搁去拍过麻豆甲迄个马加利湾社吼。但是新港社和荷兰人就较好啊，所以
牧师就已经刚去遐住吼，伫遐起厝要踮遐住，要踮遐宣教。各位看1624年即出戏的时阵，应该有印象内底有一个牧师吼，但是足奇怪，伫咧即出戏内底一直都无甲即个牧师的名写出来吼，伊叫做 Candidius 吼 ，Candidius 嘛是后来甘伟林牧师就用伊的名来号即个日月潭啊，即嘛叫日月潭。伫咧甘伟林牧师迄个年代吼，伊是叫即个湖叫做 Lake Candidius 吼。所以你即马去用英语去 Google 你个 Lake Candidius， 你搁找会到就是讲日月潭吼。我已经足久无找即个词啊，我较早捌找过啦，我较早咧写一篇文章咧介绍即个 Candidius 牧师的生活，我有查过吼。我即马搁看一遍吼。Lake Candidius， 我毋知是 D 伫头前还是 T 伫头前，哦 Candidius。你若用 Lake Candidius Google， 伊直接就跳即个日月潭出来互你啊。因为我这 Google 是中文版的。你若看 Salmon Lake 迄个 Wikipedia 规则内底，都有写咧讲 ，The lake was called Lake Candidius in the past。好，先煞甲各位介绍一下吼，知影各位知影即个牧师，伫甘伟林牧师诶心目中，伊是一个足重要诶牧师吼，是荷兰人来台湾宣教，等于拍下基督新教伫咧台湾基础一个足重要诶牧师啦吼。我所知影啦吼，较早我写过一篇说，大概我知影，即个甘弟弟诶牧师呢，伊对新港人诶即个传教事工吼，足有兴趣，足热心吼。照例一开始，伊派来荷兰，对印尼派来台湾遮，伫咧1624年就来吼。我1624，敢若是1625年就来吼，第2年就来。啊，一开始当然是希望伊讲踮咧遮照顾荷兰人嘛，因为荷兰人拄则来到遮需要一个牧师，礼拜爱讲道啥物吼，心理、精神上、心灵上需要安慰，需要人讲遐话的时阵，就是等于是需要靠即个牧师。所以一开始当然即个牧师主要目的是要来派遮来照顾遮的荷兰人。结果呢，伊对宣教搁较有兴趣，所以定来走出去外口去向新港人要搬烂。所以为虾米新港人对伊原来足好诶吼？所以即个伊伫咧新港做即个事工吼，成绩足好诶吼，宣教诶速度足紧诶，足侪人因为伊来认捌基督教受洗领受洗礼安尼。伫咧甘伟林牧师所翻译诶一本书叫做我即满字名袂记吼，即满查一下吼，歹势字名袂记，敢若是差不多是啥物佛罗摩萨诶即个宣教事工啦吼，我看觅，用甘伟林牧师去查应该都查得到吼。我真正来看遐维基百科看有，我用甘伟林佛罗摩萨宣教事工，结果无看到。看伫遐甘伟林诶著作叫做OK，
叫做台湾布教之成功，当然毋是北台湾，应该是 Formosa 什么布教之成功啦吼。这本书，甘伟林，甘伟林伫咧来台湾的时阵，伊就发现讲，奇怪，为什么因对即个台南府城的人伫咧打教或者是台南府城遐宣教的时阵，拢去踢着铁棒吼，汉人拢不爱插因吼，而且对因无啥物好面腔啦吼。啊，所以因转对即个山区去宣教的时阵，迄寡人，迄寡山区内底的人吼，对因就足好诶，而且足亲切诶。因讲啊，较早阮祖公含恁是，都甲阮交代，都有传落来讲，恁是阮诶亲戚安尼吼，你是阮阿门人是阮诶亲戚安尼。啊，所以伫遐宣教就足顺利诶。啊，伊听安尼讲，才知影讲，原来伫咧荷兰时代，都已经有派即个新教牧师来做宣教。我拄则讲山区，你会感觉足奇怪，为虾米走山区？因为边埔人伫咧甘伟林迄个时代，就是甘伟林是当时啊，已经是大清，可能也未日本吼，伫大清时代，迄当阵边埔人就已经伫咧边地即个土地都差不多叫汉人占了，占到差不多，所以因拢刷转去，毋是刷转啊，因拢刷去较内山，走去较内山诶所在边吼，就是即马高雄县诶什物六龟目沙吼木栅，啊，搁什物迄到位啊啦吼，迄山内底，所以边埔人已经伫迄当阵，伫甘伟林迄当阵已经刷去山内底吼。甘伟林听到知影即个消息了后，伊伫咧利用休假转去英国诶时阵，伊就专工走去荷兰去查看迄当阵荷兰人有留啥物资料落来。结果伊找到足侪资料吼，伊甲翻译做英文吼，就是即马我讲诶，比如讲，你若看伊基本科荷据下的福尔摩沙，这本来是荷兰文，应该是荷兰诶，敢若是最后一任诶即个。我袂记歹势吼，这我毋知，我哪后壁讲翻译，就是是荷兰文去翻译，而且伊嘛发现讲，原来迄当阵荷兰人已经印好圣经要送来台湾啊吼，因宣导已经38档已经开始印圣经，要开始要互台湾人要教台湾人读圣经，所以其实荷兰人迄当阵有翻2本吼，翻做新港语。其中一本已经找袂到啊，另外一本有找到，叫做马太新港语马太福音，所以佫甲摕出来印吼，甲印做当然是新港语的版本吼。另外是拄则讲台湾布教之成功，这是迄个坎迪迪的牧师，因伫咧台湾宣教一寡记录啦吼，那敢若因的记录就对啦吼。甘伟林牧师找到，甲翻做英文版，所以你会当透过即本书知影坎迪迪的牧师伫迄当阵伫台湾所做的事工，你这是足重要吼，因为你透过即本书才会当了解讲，原来台湾人足早就接受迄个基督教教育，就是迄种情形啦，台湾人受教育的情形吼，你若无你若是汉人史观的人吼，无迄种台湾本地即个史观的人，无迄种观念的人，你会想讲台湾首尔叫做孔子迄台南吼，孔子庙吼，什么台湾什么所学我袂记啊吼，或者是以为讲是原来是汉人来台湾，才台湾人才开始接受即个教育，才开始学即个恁基础性本线三，已经什么四书五经，歹势吼，这已经是足后足落尾的代志。伫咧400年前，即马讲的当然是700年拄啊好吼。伫咧要到400年前的台湾，迄当阵，甘地的牧师就已经伫咧台湾设立学校，伫遐教囡仔读书，毋是干那囡仔读书尔，连大人都教囡仔，都教因读书。当然，伊的目的是要宣教无毋对，但是人捌字
有法度通读书，有法度因为捌历来林捌新的即个知识，伫咧400年的台湾都已经发生吼，毋是孔子讲即个儒教的部分来才有的吼。所以台湾修学毋是迄个，毋是拄则讲迄个什么孔子庙啦吼，是荷兰人吼，即个康定理牧师所设立的学校。啊，顶头有写讲伊迄个学校哦，开始几个学生囡仔、查甫囡仔几个、查某囡仔几个人，啊大人有几个人，啊伊是安怎为着要吸引人来上课，是安怎？比如讲送因个面啦，传一寡有诶无诶笔啊，迄个笔纸是啥物有诶无诶吼，小礼物啦吼，小做物件吸引因来上课。大人嘛是啊吼，大人你是可能无方便，伊就有人爱去无闲啥吼，伊就想办法另外找时间招因来上课安尼。啊，所以为虾米后来的新港文书就是因会晓用即个罗马字写新港语嘛，因后来你看迄影响足大吼，荷兰人才38年，因离开了几百年的时间，荷兰即个遍布人佫用迄种文字咧写契约，含翰林拍契约咧做土地买卖的时阵，顶头写的拢是新港语。38年尔吼，都已经有即个成果啊吼。OK， 好啦，我讲到遮啦吼，拄好9:29分，互各位理解一下吼。这几本书伫甘伟林所翻译的这几本书吼，你若有机会，拢去找出来看吼。你对荷兰时代历史的理解佫较深入啦吼。台湾报告一成功，其实我看无了，然后我敢若看头前一部分仔尔吼，因为我当初本来打算要甲翻译出来，所以我家己咧翻吼，但是我翻无了。OK， 因为后来我就看人已经翻做迄个中文版了，你即马伫咧字典就买得到，所以我就无甲翻了。好，看到遮吼，咱拄则读甲讲，普特曼是反对甘莫斯的意见，无爱甲新港社伫伊荷兰人的证明之下，要甲因仍然要由因家己的议会去处理所有的事务吼。但是甘莫斯希望甲荷兰人，歹势毋是荷兰，甲新港社收入去即个荷兰人的统治之下啦，认为讲应该是。就是甲因当做是咱家己的人就对了，但是即个长官无答应吼，伊认为讲互因家己去管因家己就好吼。这是1630年的代志吼，就是荷兰人来台湾遮第6年吼。好，咱读到遮，今仔日失败是我明仔载无法度读书吼，拜六礼拜可能拢无一定方便吼。然后边我就发消息，咱就直接佫继续读。啊，今仔日读到遮，开足侪时间讲即个甘伟牧师，最主要是要介绍即个康德里的牧师吼，因为伫咧迄出事内底实在完全无讲起，对即个牧师介绍足少的吼。但是伊毋是无重要，伊是一个足重要伫咧荷兰时代足重要的人物吼。以后有机会讲到即个教会事工的部分，我再佫甲我所知影甲各位介绍吼，因为我发现，因为即个荷兰遮请日期对即个教会事工并无写介侪吼，完全无写啦，其实完全无写，可能是因即个宣教的系统另外有宣教系统家己的日期吼，可能有理由吼。哦，安尼今仔读到遮。好，感谢各位，好，到遮，明仔载后一遍再佫继续，好，大家再会，今仔日大家平安顺遂。